倒水得唔得？哦，你整緊嘢啊？一道鮑魚扣鵝掌燴禿參就完成咗啦。咁我哋可以試下味道。嗱，你見到啲禿參咧好彈、軟彈、軟糯得嚟係 Q 彈嘅。咁我哋試下味道先。因為今次咧發得仲大條啊，5隻一袋啊，就有14。而家包就得2隻。哇！啲鮑汁軟糯得嚟咧，嗱禿參咧就基本上咧就唔同呢個關東刺參，關東刺參比較爽口，因為禿參肉厚啊，所以變咗哇食起上嚟軟糯得嚟咧係非常之黏口嘅，係唔同得聲啊大家。